關於危疾保險，後生嗰陣覺得關我咩事，大個再諗又發現已經太遲。後生細仔冇病冇痛，覺得唔使計劃，等到有病醫病，先發現貴到癲。家庭事業兩得意，突然大病冇返工，屋企啲嘢又邊個供？人越大責任越大，世界都唔同晒，當初嘅保障仲夠唔夠大？與其諗咁多，不如將被動變主動。危疾保險要破舊立新，有宏利同我哋一齊突破賠償，帶領危疾新常態。宏利全新宏健守護危疾入息保障同宏伴護航危疾入息保障，一律以年為單位，醫病期間每年出糧。萬一患上嚴重危疾，有基本嘅賠償以外，喺後續治療期間，每年最高可獲取 100% 危疾現金保障。醫病期間唔使夾硬返工都有糧出，減輕重擔，繼續守護一家人。以後危疾保障都可以好似出糧一樣，點用、點醫、點使就由自己控制。而家投保可享保費折扣優惠，即刻揾你嘅宏利理財顧問了解多啲啦！